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长生不老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永葆青春、健康有活力。那有些人呢，他的年龄可能一样，但是呢，有些人他看起来就是比较老，而且身体的机能呢开始在退化。那有些人一样的年龄，但是呢，他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又年轻了许多，而且充满了朝气活力。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2位专家到节目当中，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人为什么会衰老，而且呢，要怎么样才可以抗衰老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今天到节目当中的2位贵宾。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医事学院的杨玉玲院长。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杨玉玲。欢迎院长。那另外一位呢是嘉里奇美医院家庭医学科的柯俊宏主任。大家好，我是柯俊宏。好，欢迎2位贵宾。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来了解说，人为什么会衰老？然后呢，我们要怎么看衰老？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请教柯主任，什么样是衰老？它有什么样的定义吗？好，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大家注意这个议题。那当然要知道衰老，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衰老的定义。那衰老的定义呢？世界卫生组织做了一个很好的定义的解释，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我们的身体跟组织呢产生的一个自然过程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话，随着时间的一个增长，那这个部分的话都会产生我们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对，那每个人都是会慢慢的衰老嘛，那衰老的话，会不会身体跟这个生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哦，它产生的变化其实还蛮多的哈。首先可以从外观上哈，你看我们年纪大的人，他的肌肉量会流失，然后会有骨质的流失，所以骨头它的状况就不像以前来的那么好，可能会有一些关节疼痛啊，还是就是说，身材变得比较矮小，所以有的人常常说老得丢。就是年纪增长之后呢，他的身高会变矮。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认知功能也会改变哈。年龄增长之后呢，我们的记忆力会变差所以呢，常常东西放在这边，然后就忘记了。像我自己就常常，明明眼镜都戴在我的头上，我的眼镜呢在哪里？这个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征。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慢性疾病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因为当我们年龄增长之后，刚刚讲的身体组织啊跟功能的这一些改变，那改变之后呢，就会造成可能我们的一些新陈代谢也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其他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就可能这一个得到的一个机会就会增加。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看不太出来有什么样就是年龄大概几岁啊，所以民众如果想要知道说自己有没有衰老，在家里有办法自己做检测吗？这个是可以检测的。不过在讲检测之前，我们可以先来提一下，就是说现在大家常常会讲到几个问题，衰老啦、老化啦，甚至现在比较常去听到的一个名词叫衰弱症。衰弱症那衰老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内生性的一个改变，就刚刚我们讲的，每个人都会遇到，也不可避免所以这个的话呢，它通常会带着就是我们的一个，比如说细胞的一个渐渐的一个衰败，甚至会细胞死亡。那老化呢，我们讲老了，老化的话呢，就是属于比较偏外生性的一个变化。通常这种变化的话，它不会带着这个细胞上面的一个伤害或者说细胞的死亡，但是呢，一样会让我们就是这种改变的过程，也会让我们对于就是外在的感知啊，会变得比较差一点点。所以看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他常常比如说他已经感冒了或生病了，我们发现他好像似乎没什么感觉。就会烧不起来。我们去测他的体温，他的体温还是正常的。对，这个就是一种老化的过程。是。那当我们的老化过程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是刚刚讲带着生理的变化到一个程度，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变，就叫做衰弱症。
所以其实衰老跟老化的话，要去从客观上或者说平常的检测是不容易的。那现在的话呢，就是针对衰弱，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查的工具跟方法。这个的话，每个民众在家里都可以做一个自我的检测。那检测的方式呢，主要有3项。一个的话呢，就是看你这一年内的体重有没有变化。那这一年的体重的话呢，就是当有减少3公斤啊，有的人可能没有测体重哈，所以就是看裤子的腰围哈，那个裤头有没有变松一点，或者呢说体重的改变有超过5%，这是第一个项目。那第二个项目的话呢，就是看我们这一个礼拜有没有常常觉得就是精力不足啦，好像觉得容易累啊，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好像这个的话，我自己就常常会有，就一个礼拜里面，如果有3天觉得做任何事情提不起劲，那这个也是属于衰弱的其中一项。那第3项的话呢，就比较客观一点哦。大家如果说没有一些功能上的一些，比如说走路的问题，那就可以做这个检测，就是起坐5下。哦，像比如说我现在坐在椅子上，然后手不要碰到椅子，哦，那这样子就是可以放在我们的胸前，然后这样的坐着。站起来哦，坐着站起来，这样起坐5下。那起坐5下的情况，当然如果做不到的人，就代表你一定衰弱了。那如果说你做得到，但是呢，它有一个那个检测的标准哦，12秒钟。如果说呢，你做起坐5下超过12秒，那代表你有衰弱的这一个起坐功能的障碍。那如果说是12秒内你可以做完这个起坐5下，那恭喜你哦，代表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这3个检测呢，当3个里面如果说都没有的，那就是正常。那如果说呢有1项有问题的，叫做衰弱前期。那如果有2项的话呢，就是代表有衰弱症了。那如果3个都有呢，那就是重度衰弱。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在家可以去检测，就是3个，一个是体重，另外一个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觉得做什么事情提不起劲。一个礼拜里面，就最近这个礼拜里面有3天这样的情况。另外就是做这个起坐5下。那如果刚刚讲的3个里面只要有符合其中1项有的话，代表有衰弱的风险，就要开始小心注意。所以民众哦，赶快这3项呢自己做做看有没有变衰老哦。好，我们谢谢主任的说明哦。好，那接下来要来请教院长哦。这个就是我们要讲这个端粒，这个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没有听过，或者是说不太了解。那到底什么是端粒，然后跟我们的老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请教院长。好，那端粒基本上它是在我们染色体的2端的一个装置哦，它等同于如果我们把染色体想象成是鞋带，它是在保护我们鞋带不要松散掉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是。好，那在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之后，生医奖公布哈，那就是由美国的加州大学等3位教授，他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明，好。就是细胞的端粒的长度，似乎和细胞的年龄有关。哦，细胞的年龄，而且呢，端粒长度会决定细胞可以分裂的次数。哦，好，端粒长度越长，细胞能够再生、新生、分裂的次数是比较多的。是，好，所以这样的细胞就会比较年轻。好，那这个也呼应到很多的面向哦。现在科学家甚至已经看到了一些结论哦，就是端粒过短，是造成老化的原因。是，是造成老化的原因哦。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从新生儿开始到我们现在，可能有人60岁、70岁，其实一路上他们的端粒是逐渐在变短的。哦，新生儿的端粒长度，根据科学的研究，原则上呢，大概是在15K， 也就是15000，哦，15000个 base pair 左右哦。那随着我们年纪的渐增，我们的端粒长度越来越缩短。我们到60几岁，可能端粒很多是不到4000。哦，差这么多？是差蛮多的。甚至根据我们的一些临床研究，我们有看到，其实特别像业务，或是一些基本上很透支，但是自己可能不清楚自己这么透支的人，他端粒甚至在50几岁变很短。非常非常短哇！这个是非常非常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会显老，那基本上跟端粒的长度是有关。是。那我们在科学上也发现，其实端粒的长度只要短到一个范围以下，
我们身体会产生各式各样代谢性的问题，包括神经系统，包括认知，包括心血管各方面的问题。那大家可以想象哦，其实端粒长度过短，就会造成细胞没有办法新生，就注定开始老化。是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面对老化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保持适当的端粒长度。对，院长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越年轻越有活力，就是端粒要越长。然后你如果越短的话，可能会很多疾病就来了，然后开始衰老。那这样子，院长是不是有办法来测定这个端粒的长度呢 ？OK， 那原则上端粒是出现在我们染色体的两端，所以我们要测定端粒长度，必须要去针对细胞里面的 DNA 去做提取。那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也就是现在最重要，大家有听过一个叫做精准医学，对，这就呼应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好，那为什么叫精准呢？因为以现在的科技的进步，我们可以分析到每一个细胞23条染色体的任何一个序列，看它有没有正常。所以因为我本身是在学术单位，我在中华医事科技大学，那我们学校以检验起家的，好，那学校也感受到现在整个精准医学的投入的氛围，学校斥资千万投入了精准医学中心，是，所以其实现在的老师，我们带着同学，我们有研究生一起来投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分析到绝对的端粒的长度，好，那根据我们这样的分析，我们其实可以提供一些个案给大家了解哦。其实有一些人，比如说比较重视养生的，虽然他的年纪已经快70了，但是他的端粒年龄可能不到60岁。哇，好，所以看起来也很年轻哦。没错，没错，没错。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哇，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的端粒呀不要那个缩短，可以让它甚至让它延长呢？有办法吗？那其实端粒的延长的话，方法是很多种的。是，一般的话，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就做起。所以其实饮食就占很重要的因素嘛。比如说现在强调的一些均衡健康的饮食，多吃蔬菜、蔬果类的，因为它这一些食物里面富含一些成分。那这个成分的话呢，本身对端粒的部分是有帮助的。那当然就是其他的一些运动，我们特别强调运动的部分一定要去做好，尤其像我们的卫福部啊，目前也建议就是说，国民的运动时间每周要150分钟的运动。是，那这样的话呢，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的功能，对于端粒的一个活化，然后再来的话增长，其实也是有一个很相当的效益在。那运动，有的人可能会问，像我的病患常常问我说，那医生我要做什么运动？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老年人呢，可以做一点快走。那走到多快呢？基本上就是当你在唱一首歌，有一点难度，有点喘，或者说要跟人家聊天讲话，觉得会喘，这个就是有效的运动了。那其他的话就是要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啦、夜生活啦，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端粒的影响。那包含就是抽烟、喝酒，这个吃槟榔。那喝酒的话呢，有没有帮助？看起来是有，但是不要过量。过量的酒反而会增加肝脏代谢的负担，所以其实酒的话确实是有帮助，但是不宜过量。那另外的话就是压力，压力也是会造成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有关老化有关系的，就是那个自由基，所以这一个压力的部分就要适当的去放松。再来的话就是充足的睡眠，睡眠如果足够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的身体的修复就会来得比较就是完整，那也可以避免端粒的影响。那其他当然就是健康生活的态度的话，这个疾病当然会影响，那当然就是以健康态度来做调整，就可以避免掉。对，哇，所以医师给大家这个建议，大家希望能够做得到。那我本身自己可能就压力这一部分会比较有问题，其他我都有尽量在做。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个端粒以外，我们知道说好像粒腺体也是跟这个衰老有关系嘛。那我们一样来请教院长。好的，那个粒腺体，我们又把它称为细胞的能量的引擎。或叫能量的发电厂哦，我比较倾向于用能量引擎来描述。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其实我们细胞里面有很多的粒线体，一般大概上百上千，但是我们特别在需要能量的这些组织，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脏要解毒，我们的肾脏要过滤尿液，我们的肌肉要收缩，像这些，包括我们的大脑，好，所以这些细胞都有非常多的粒线体，好。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粒线体和抗老，其实也是很有关联的。对，好，那为什么有关呢？我可以跟大家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哦，粒线体等同于一台车子的引擎。好，那我问大家，一台车子的引擎，车子要靠什么能够让车子产生动力？就是汽油，对不对？好，那这个汽油加了之后，我们要到引擎室里面去燃烧。产生二氧化碳和水，还有引擎的动力。但是代价为了要产生能量，代价是产生很多的废气。废气，没错。好，那相同的道理，对我们细胞而言也是，只是我们细胞不是吃汽油，我们细胞是吃我们每天3餐在吃的糖类、蛋白质、脂质，这些都可以送去粒线体去燃烧。是。好，同样也是产生二氧化碳和水。但是不是产生废烟，不是产生其他的废弃物，那个废弃物就叫做自由基。自由基。所以我们会产生自由基，基本上是我们细胞能量代谢的必然过程。好，那但是这边有一个误区，一般人可能会搞不清楚想说我要抗老，那我要抵抗自由基，吃一些自由基综合的食物或是等等。其实方向并不太正确，因为自由基的产生是因为粒线体的衰老，所以我们应该去面对怎么样让我们的粒线体更健康，以及让它衰老的慢一点。那现在根据科学上的文献，已经有很多文献看到，包括我们的皮肤，包括有的人看起来比较显老，看起来比较年轻，都和粒线体的活性是有关系的。是。好，那大家绝对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文献提到，30、40岁之后，粒线体的活性就开始下降。好，所以要好好的来面对这件事情。是。在这个部分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车子的性能要看引擎，细胞的年轻程度要看粒线体。哇，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活化我们的粒线体，才能够永葆青春呢？那当然要请教主任哦。粒线体的活化基本上跟刚刚的端粒其实都是很接近类似的。那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个市面上很流行的一个叫 NMN， 对，这个那 NMN 是什么东西呢 ？NMN， 那它的中文的话呢叫做贝塔烟碱酰胺核苷酸。那这个 NMN 的话呢，它是我们体内这一个。就是说，细胞一个重要的物质叫 NAD 的前驱物。那 NAD 的话呢，它中文也很复杂，叫做烟碱酰胺腺嘌呤2核苷酸。是。所以它会在我们的体内转变成这个刚刚讲的 NAD。那 NAD 就有回应到我们刚刚杨院长提到的粒线体，它就是在我们粒线体转换成能量的时候呢，它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辅酶。所以呢，现在我们会吃一些保健食品，它就是富含这个 NMN 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提供我们的 NAD。那提供 NAD 的话呢，它就有3个方向可以来改善我们的这一个粒线体的功能。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一个粒线体的生合成会增加啊。那另外的话呢，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新陈代谢的一个调节跟改善。那另外的话呢，刚刚有提到的一个长寿基因，而这个长寿基因呢，跟粒线体跟端粒又有关联性，所以等于今天的就是回应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轴其实就是在这一个粒线体、端粒然后另外就是长寿基因这3者之间怎么样去抗老跟活化。那基本上就是说，健康的一个生活态度就非常重要，包含饮食跟运动，这个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做好。是。好，所以主任有讲到这个 NMN 嘛，这个是可以活化我们的粒线体。那院长有没有可以同时活化粒线体，然后又延长我们的端粒的呢？哇，那个确实是有。好，那最近美国其实他们科学家
很着重在另外一个角色，除了 NMN，另外一个角色极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抗老的重点，好，就叫做 NRF。NRF。OK， 它的全名叫做核呼吸因子，Nuclear Respiration Factor。那核呼吸因子根据现在在2023年最重要的一个美国的健康杂志，甚至在杂志上都提这件事情。好，他认为 NRF 它是一个可以透过让我们细胞粒线体活性保持，来让细胞甚至让个体寿命能够提升，能够活得更健康的一个成分。是。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哦。那我们也透过一些科学研究，包括台湾，其实大家很清楚，台湾本土有一些还不错的植萃，我们利用一些科学的方式，好，非破坏性，那低温萃取，我们去把一些有效成分去做提取，好，那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实验，包括我们看到长寿基因，可以让老化的细胞的长寿基因被打开，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NRF 可以让我们的粒线体的活性可以增加，好，那我们在一些人体试验也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包括端粒可以有效的被保护、被延长，是，好，那这个我们是觉得蛮有抗老的应用的一个价值。对。然后另外院长好像这个 NRF 它好像也有应用在这个癌症方面，对不对？这方面好像也有了一些国际期刊也有报道啦，那媒体大幅报道，这个也跟我们分享一下。OK， 好，那 NRF 其实我在提癌症这方面的应用之前，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哦。其实我们最近跟成大还有一些生医公司在做合作探讨这件事情，我们发现。大家知道，其实干细胞会不会老？干细胞还是会老。好，那我们就用老化的干细胞。是。我们发现干细胞分裂到第5代、第6代之后，基本上它已经成为医疗废弃物了，因为它不分裂了。干细胞也会不分裂哦。那分化程度也会降低。我们拿这样几乎老化的干细胞和 NRF 去做反应，我们发现。NRF 甚至可以让干细胞变年轻，好，因此我们也跟了一些医学中心，好，包括秀传体系，那包括一手大学，那我们去看肺腺癌，去看前列腺和膀胱癌，那目前看到都有还蛮不错的结果，那我们也投稿也发明这样子，那这边要特别提，其实。国人的肺腺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危机，那因为肺腺癌几乎是台湾所有癌症排名第1，对，同时也是亚洲癌症台湾的排名第1，好，所以而且90%得到肺腺癌的人基本上都不抽烟，对。都是环境造成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审慎的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方式所以我们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是。哇，那我们其实透过刚才的讨论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抗衰老啊，就是要我们活化粒线体，然后延长我们的端粒那现场2位贵宾其实呢，他们看起来真的是很年轻的，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几岁，但是听说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非常多，所以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变年轻啊养生的秘诀呢？好，我们先请主任。好，那今天的主轴就是抗老。那抗老的话，其实就是冻龄。或逆龄也是类似的一个说法，是。但是要抗老，当然要先知道我们会老的原因。那其实老的原因除了不可抗的因素，今天一开始讲的染色体啦、基因，这个是不可抗的，因为父母生给我们的是无法改变的。对。但是呢，就是会造成老的另外几个主要因素，就是发炎，发炎跟自由基。所以怎么样可以减少发炎，那就是让我们的自由基不要去受到伤害。那这个的话，就是在不管粒线体或端粒的部分，其中也占有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当粒线体活化，
我们的发炎就会减少。那所以说平常要怎么保养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个主轴，因为这个在国际期刊也都有讲到，就是健康的饮食很重要。饮食，那饮食的话，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吃太多的糖类。因为这个糖类的一个代谢产物会造成我们细胞的破坏跟发炎。所以有点适当的饥饿，但是也不要饿过头。另外要补充足够的一些，比如说像蛋白质的饮食，因为这样的话才不会就是肌肉量流失、骨质疏松包含钙啦、维他命 D3 都应该去适当的补充。那再来的话就是适当的运动，因为运动的话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然后活化我们的粒线体。这个就回应到我们今天的主轴了，因为运动它本身就是因为粒线体就像我们细胞的工厂、发电工厂。那刚刚杨长提到是一个汽车的引擎，那我觉得它是就好像我们用的手机里面的电池。所以电池要够电，这个手机才可以运作。那电力要好，就是我们常常在运动，让这个粒线体比较去活化、强壮它，那就可以保持我们一个年轻的体态，就会看起来不像我们一个，就是说实际年龄跟外观就不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情形。对，谢谢主任。然后院长呢，你年轻的秘诀呢，跟我们分享哦。4个字。4个字而已吗？来，少餐。少餐。少糖。少糖。那我稍微提一下少餐什么意思？我们刚刚有提到粒线体，有提到长寿基因。好，科学上都已经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要适当的能量，要适当的饥饿。刚刚柯医师也提到这一段适当的饥饿能够启动我们细胞的存活机制，这很重要。对。那什么叫少餐呢？从过去我们时间到了要吃饭，这个是错的。不是时间到吃饭。现在其实慢慢从 3 meal a day 一天吃3餐，慢慢很多人开始 2 meal a day，一天吃2餐，甚至偶尔1 meal a day，一天吃1餐。是。好，那这个在科学上都已经证实，能够大量的活化我们细胞的长寿基因，还有端粒，还有粒线体的活化。对。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那第二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糖一定要少。这边我跟大家提一下，我们细胞所需要的3种必须的能量，糖、脂肪、蛋白质，只有糖类是可以都不需要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减糖。我们有多少糖，吃了多少糖，就决定我们会多老。所以一定要减糖。以上是我的建议。哇，今天真的收获很多了。我们了解到了粒线体啦、端粒啦、NMN 还有 NRF 等等这些常识以外呢，还知道了说我们怎么样让自己保持青春的秘诀希望大家能身体力行，然后大家能够永葆青春。好，再一次感谢2位来宾到节目当中，谢谢院长，还有谢谢主任。好，我们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喽。